我廿二咋，我廿二咋，我唔知你幾歲啊？我知你大過我咯。你21咯咁樣問咗係22。哇！你攞幾日有黃嘅，C 朗都食唔啦，係咪先？
俾佢影響咗個行業。我又想我贏，都係都攞翻。佢嘅電話佢點解唔聽晒？打佢證明就啱啱花精神，因為哇點嘢？你偷到兩球啊？係啊，偷兩球啊！偷哇！哇！你放射波可以佢黐埋你都唔怕。攞咗啦！我都隔離有一個人，佢話好咯，你隔離咪就好咯。